来看台中市大安海水浴场目前咧进行改善的工程哦，也毋过因为即马工程的进行，真侪人去搭着铁钉啊，厂商政府是讲会来甲厂商立管，嘛要求厂商着爱改善。风景真水的大安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来耍水，但是我海泊仔的观景平台墙边所会当看到庄仔架甲铁钉啊，就落伫咧海泊仔，游客是感觉真不可思议，烦恼耍水的安全。蛮危险的。怎么说？会流血。明代20号开记者会批评，台中市府开3000万兴建的大安滨海观光路廊甲墙边旅游环境整合改善工程，施工的厂商疑似伫咧模板作业结束了后，将铁钉仔顶废弃物直接弹伫咧海泊仔，致使有真侪民众搭着流血受伤。海水浴场现场也有救生员证实，确实有看过海泊仔的水窟有铁钉仔，厂商赶紧倒转来到现场检修。有看过有人捡到铁钉这种情况？有，其实之前还不少。如果假日的话，有时候一天会好几个。动全面检查与清理作业，落实缺失改善。此外，关旅局绝不包庇不良厂商，将依程序函送工程会列管不良记录，确保公共安全。台中市府表示，这项工程完工了后有遗留废弃物，曾经要求厂商全面检查甲清理，但是无彻底排除风险。后续会请业者动用吸铁钉工具，对海泊全面检测甲清除，而且将不良厂商函送工程会列管。针对受伤的游客，也会全力协助保险理赔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